電影走出人質事件首映禮喺5月26號夜晚舉行，故事背景係改編自2010年8月喺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發生嘅人質事件。套戲主要以當年慘劇生還者易小玲嘅經歷作為題材，而佢本人亦都親自為呢套片擔任顧問，分享見證。導演梁鴻華喺首映禮上面表示，拍呢套戲最大嘅初衷係希望將生還者易小玲嘅真實經歷搬上大銀幕。人生裏面經過一件咁唔開心嘅事、咁唔好嘅事，但係佢努力奮鬥、堅持帶住兩個細路仔喺香港，經過咗33次嘅手術，而34次死亡邊緣掙扎，堅持對生命嘅熱誠，然後神蹟般地係好返。易小玲喺接受訪問嗰陣分享，佢喺菲律賓馬尼拉人質事件現場中槍嗰一刻，經歷咗一段超自然嘅體驗。呢件事喺佢心入面種低咗深刻嘅信仰種子，成為咗佢日後捱過30幾次手術同埋戰勝創傷後遺症嘅精神支柱。有咩事，有咩困難，其實你個堅定嘅信仰，你靠住你所信嘅神係可以行翻出嚟嘅。